继续来看婚礼某一间私立的高中有罚金，服装的规定嘛真严格，而且阁会体罚学生哦。只要学生的分数无达到标准，讲甲手底啊拢流血，阁会体罚这个学生徛起来哭泪300届。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召开着记者会，要求学校爱甲这个体罚的老师列为着无责任的老师。体罚服役都违法。 议员立委伫法口号，希望讲莫有学生阁受害，因为婚礼某一间私立的高中，服装仪容的规定违法，阁有几摆体罚。周多错了4题，就被叫上台打了4下，然后当场手心就流血了，可不可以有擦药之类的？老师回答他，那流血就让他流啊。 唔能用野邦伫讲人，依照调查报告，7成学生听过老师体罚学生，3成捌被处罚特定的动作，将近5成被拍过，嘛将近4成的同学捌因为成绩无够标准，和老师点。因为作业迟交被罚了起立蹲下300下，这很有可能造成学生横纹肌溶解的情况。这样，如果真的有，只要家长跟学生有提供相关的事实。 我们一定会按照既有的立法的程序来办理相关的调查程序。不过，云林县政府教育处的调查报告针对体罚干那一句，确实无落实正向教育的代志，轻轻啊带过尔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立委甲人权团体提出诉求，认为违反教育法令，就应该减招生的人数、减补助，并且扩大调查体罚的老师，列为无责任的老师，向学生一个安心接受教育的所在。